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寻找简单的食材与大自然共处的方式，也是一种乐活的态度。台三线上农产丰饶，有一种乐活生活的形态。想要吃在地客家料理，必须自己采摘蔬果，体验农场生活。魏阿姨说，唯有亲身动手体验乐活，才能感受乐活之美。吴大哥，刚阿姨有请我来采摘一些菜。我们现在要采的菜是什么菜？菠菜，来直接拉起来，根用掉，然后把根的地方削掉。那你这个根可能要再留一点根给它，要不然这个菜会散掉。正常啊，是要这样子根留着。结果刚刚不小心让它散掉了，散掉的是错误的方式。采摘蔬果的时候，大哥说：“你想怎样的收获，就要怎样的栽种。友善农作理念，土地自然也会给予回报。土地有了健康，当然就能产出好的农作物，改善生态环境，同时也在为家人的健康做把关。”这个高丽菜要怎么采？我们就是瞄准它的比较底的部分，然后一刀给它下去。旁边稍微拨一下。这样就是一颗高丽菜。对。好，胡萝卜是要怎么采？直接这样拔吗？对，你可以试试看，目前还很好拔。怎么这么好拔？因为就是最近下雨天的关系，土已经很湿润了。自己种菜，自己栽。用天然的栽种方式善待土地，永续经营，已经是乌大哥全家大小的共同理念。友善耕种的坚持，回归原始甜美的土地。我迫不及待想要把农场采摘的蔬果赶紧带回厨房，找魏阿姨瞧瞧。我想要用我的双手来实践乐活精神。先让它苦之后把那个高丽菜红萝卜也放下来。好，是先让它煮嘛？对，我们这个板条是我们这边的客家乡亲早上做好送过来的。哇，我发现这里都是会运用当地的食材，然后来运用在这个料理上面。对啊，这样东西又新鲜啊。自给自足的农家美食，蕴含了农村生活的精华，每一口滋味都是对淳朴农村生活的美好想象。道道佳肴取材自生活里，在品尝后可以领略那简单却富有生味的饮食文化。